烂，你废，回家。刚那样太严厉吗？哎，不好意思，大家抱歉，这样，当下先把表演做完。因为其实我们本来蛮排斥当评审这个工作的，因为我们想说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像这种歌唱节目都是很会唱歌的选手，但是我们能给的意见不是那种在唱歌里面的意见。因为那个我觉得要交给一些专业的一些唱歌老师来评比会比较好，我们只能给一些幽默的回答，然后让他们去理解其中的奥秘。就是我觉得你忘词或是你发生表演失误的时候，那都还是你的表演。对啊。像我刚刚就发生一个失误，就是我麦克风掉了，对，然后就赶快捡起来继续唱，就这样而已。对啊。在讲什么重点？没有重点。对啊，就是你不要慌嘛，因为有些人麦克风掉，他会有些人比较有礼貌，他会先道歉。哎，不好意思，大家抱歉，这样你就不要做那些嘛，因为你就先把事后再道歉。对，当下先把表演做完。其实我觉得每位参赛者，有些人唱歌是兴趣，有些人唱歌是开心啊，有些人唱歌是为了想要当职业的。我觉得每个人出发点不同，我觉得给建议，我觉得会比较没办法真正去让他们了解说。因为我觉得今天的陪审团老师他们讲的我觉得给建议都非常的好，都很专业，而且都是在往后他们之后都用得到了。对，期许嘛，希望他们继续在这条道路上，音乐哪怕是未来没有去做音乐了，还是要继续喜欢音乐。我们算比较搞笑的评审。像可乐果。我们想要，因为已经严厉了嘛，然后我们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想缓和一下气氛，这样。我们也讲不出什么严厉的话，我们要讲什么？烂，你废，回家。没有，都完全没有。比我们强。没有。怎么可能这样讲？对。刚那样太严厉吗？不好意思。没关系。我是比较看重氛围跟表演舞台的整个表演。我是看声音跟编曲吧。编曲关屁事啊！啊，也是要选好啊。哦，对啊。那我就看歌词吧。像刚《飘向北方》有改编，歌词的部分是看有没有忘词那类的。歌词讲的好不好？那也不是他们写的啦。对啊，不是啊，编曲他们像《飘向北方》。因为我很没资格去评审，我讲真的，我最烂。我就烂，要烂大家一起烂。那有什么打气的？氛围好了，氛围就看得舒服就好了啦。哎呀，哪部分你会看？我们有时候像我有时候忘词，就大家看得很好笑，就开心就好了嘛。啊。